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各位咧收睇每個禮拜一次嘅三元視野。咁照舊啦，都係有我 Terence 啦，同埋拍檔 Meta 嘅。嗱，Meta，咁你每一日咧喺 Facebook 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報導啦，當日最新最快嘅一啲經濟消息啦。咁你睇完即係一個禮拜之後，咁你覺得有啲乜嘢最重要可以同大家即係講下咧？今個禮拜。我諗今個禮拜就啱啱最尾嗰一日就係星期五收市之後，其實就美股又重新創歷史新高啦。講緊 S&P 500同納指，咁早2個月其實就即係阿 Trump 話要收全球關稅嗰陣時，咁就都跌得幾勁下噶嘛。啲人又驚話，佢差唔多熊市啦，會唔會又跌翻落去啊？咁樣擾攘完一輪之後，咁啊，好似又即係話暫緩90日啊，又同中國傾掂數啊，咁但係之後又發生即係打仗啦，到最後其實指數慢慢上翻嚟啦，咁其實好似啲消息就已經消化晒啦。即使去到禮拜五咧，咁啊 Trump 即係呢個中東戰爭即係稍為緩和之後咧，咁 Trump 又開始嚟咯，又話對加拿大要搞關稅咯，但係今次又唔同啦，個市場已經麻木咗啦，已經唔係好影響到嗰個股票表現啦。咁其實個指數就冇受影響嘅，一路繼續升上去就已經再創新高啦。即係其實關稅嘅問題咧，某程度上已經反映咗喺個投資市場裏面。咁之後咧，其實美股應該就會係有得再繼續上升啦。嗱，Meta 咧啱啱就提過啦，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嗰個貿易爭拗咧，好似咧又出翻嚟。咁最主要原因咧就關於一樣嘢叫做咧 Digital Services Tax，英文就 DST 啦，中文咧就譯做數位咧或者數字嘅服務稅。咁其實咧，我喺幾日之前咧都錄嗰個 video 咧，同大家咧解釋過究竟 DST 係啲乜嘢嚟㗎啦。嗱，最新嘅發展咧，就係加拿大嘅總理 Mark Carney 咧，就決定將呢個 DST 咧暫時擱置。嗱，對於佢呢一個嘅決定，當然唔同人咧就有好兩極嘅睇法啦。啊，支持佢嘅就話呢個決定咧係一個保住大局嘅決定，起碼咧可以讓呢一個貿易談判咧展開。最終咧，我哋要睇嗰個結果，就唔可以咧個別獨立睇嘅。不過反對嘅人當然就話：哦，加拿大咧今次咧又再一次向美國跪低啦。咁啊，講翻轉頭啦，關於呢個美股創新高啦，咁我喺即係短時間裏邊咧，我係贊成 Meta 嘅講法，即係從 momentum 從個走勢咧，美股係再有上升嘅空間嘅。不過中長線嚟講咧，我覺得整件事咧仍然係即係非常之吊詭，特別如果你從嗰個 fundamental 即係經濟基本面去睇成件事咧，你就發覺仍然係非常之不合理嘅。即係雖然當佢公布呢個貿易戰一開始嘅時候，大家就好驚啦，咁啊股票就跌咗好多。咁如果用嗰陣時嚟睇咧，可能大家覺得哦貿易戰個影響咧係負10，咁但係而家係咪代表好翻咧？唔係喎，只不過係唔係負10就仍然係負3喎，即係始終都係一個負數嚟嘅喎。咁點解喺一個負數嘅環境之下，仍然個股票創新高咧？咁呢樣嘢係冇辦法用一個即係經濟角度咧去睇成件事。不過無論如何都好啦，我記翻起一句説話，就係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我老細第一樣嘢教我整個市場嘅金科玉律咧，就係 Don't fight the market，即係 market 話俾你聽，而家去邊度咧，你就順勢而行。就算你啲經濟幾勁，你嗰啲分析幾強都好咧，始終咧都敵唔過呢個短期嘅 market momentum。咁我覺得而家咧整個市場咧就去到一個咁嘅環境，咁大家咧就真係咧睇路啦。嗱，除咗呢一個即係創新高之外咧，咁仲有啲乜嘢咧？我最近咧睇你即係有啲嘅發文咧，都講的士喎，即係香港又講啦，即係Elon Musk 又講啦。咁其實的士有冇啲咩特別嘢講㗎咧？喂？的士咁啊，一路講話的士牌又跌啦，咁啊有好多爭拗啦，啲的士公司或者嗰啲車主又走去話投訴政府唔管制嗰啲 Uber 去嗰啲網約車司機啦。市區的士牌即係最新其實都跌破200萬啦，咁其實比起即係高峰期嗰時700萬啦，我當700萬其實已經跌咗即係超過70%啦。
其實就即係個跌幅都好誇張啦。咁特別係對於一啲車行可能有幾百個牌嘅，咁其實佢哋個跌幅都即係好驚人啦。即係喺拗嘅途中咧，即係拗你話要呢個俾唔俾網約車去揸嘅途中咧，其實你有另一個新科技，其實已經悄悄來臨啦。其實就係講緊即係一啲無人的士啦。咁無人的士咧，咁即係香港人可能比較少見到啦。咁其實咧，喺有啲城市咧，其實都已經即係用得幾成熟噶啦。咁阿 Terence 有冇喺美加嗰邊有冇見過？啊，我自己真係冇坐過喎。美加我諗都係某啲地方啦，即係譬如 San Francisco 嗰啲，可能有部分地方有啦。咁中國譬如喺武漢，其實已經有大部分的士都係無人的士嚟㗎啦。咁深圳亦都有，南山亦都有部分地點係無人的士啦。咁最新其實香港咧有報道話有啲無人的士出現咗啦。咁其實嗰啲咧就喺東涌，即係百度旗下嘅蘿蔔快跑咧，有幾部的士喺度試行緊。嗱，試行緊嘅啫，就唔係真係載人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試行得咧，其實即係我諗一兩年之後咧，其實就會開始喺即係東涌嗰啲地區就會試載人啦。咁到時即係如果再過多幾年普及化之後咧，你都唔使拗，同埋即係的士牌定係呢個 Uber 嘅牌。根本就唔需要，可能已經慢慢取締啲司機嘅，直接係呢個無人的士咧，或者你叫無人私家車又好啦，已經可以取締做呢啲傳統上要人揸嘅的士同埋網約車啦。同埋咁最近仲有啲乜嘢咧？就係 Elon Musk 佢講咗 N 年嘅 robot test 咧，就好似終於開始就出世啦。咁佢亦都講話呢個模式咧，robot test 可以做到一樣嘢叫做 Uber 加 Airbnb 模式咧，將會可以係成為一個即係新時代啦。咁呢個模式究竟係啲乜嘢咧？譬如買咗佢一架robot test 或者買咗一架私家車啦，簡單啲講。咁你唔用嘅時候咧，呢架車咧其實就可以，因為佢識自動駕駛啊嘛，其實你就可以出租出去，就可以好似的士咁自動出去載其他人嘅。咁變咗咧，其實呢架車咧就可以產生收入。咁呢架車嘅收入即係一年咧就可以估算，譬如大概賺到3萬至6萬美元。咁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可觀嘅數字啦。咁將來咧就會即係其實就會可以即係由顛覆我諗成個行業嘅生態啦，包括就係賣私家車嘅人數啦，揸的士或者揸呢個 Uber 嘅人數啦，甚至乎即係你如果做到咁樣嘅時候，你 Tesla 其實會係咪可以食埋 Uber 嘅市場啊？或者 Uber 又會唔會調翻轉會做翻一啲自動車嘅 model 啊？咁其實嗰個影響我諗都非常之大嘅。咁其實最後咧，會唔會大家買少咗車咧？因為其實唔需要再揸車噶咯喎，就算喺美加都好。因為你諗下啦，你隔離車房架車唔用，隨時就可以過嚟車你，咁即係差唔多係 carpool 咁上下噶咯喎。咁所以對於咧嗰個汽車銷售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好大嘅打擊咧？即係你全年而家可能係賣咁多車嘅，以後大部分人，譬如肯定我媽咧就唔使再揸車啦，因為全世界就有呢啲咁嘅自動的士喺度行嚟行去，咁都即係幾恐怖喎！唔單止係打擊咗，或者對成個的士業轉型喎，我諗對嗰個汽車銷售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改變喺度。其實呢樣嘢已經發生咗噶啦，因為自從 Uber 出現咗之後咧，啲人話研究過話喺即係歐美主要揸車嘅地方咧，識揸車同有牌嘅人咧，譬如以前係80幾，而家就得翻70幾，已經跌咗10% 左右噶啦。即係可能有其他因素嘅，可能經濟差咗啊，或者其他嘢啦。但係可能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因素都係因為 Uber 普及化咗，即係你以前外國好難 call 架車翻嚟噶嘛。咁其實就已經係令到啲車用車係少咗好多噶。將來如果有無人車，甚至乎如果佢哋可以做到即係 share drive 呢樣嘢咧，咁其實可以減少嘅車嘅數量係的而且確係非常之多。特別係我諗，如果大城市嘅話咧，你真係可以少咗好多，同埋係咪即係可以解決埋呢個擠塞嘅問題咧？呢個真係可以完全唔同晒個世界。不過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年輕嘅一代咧，對於買車個慾望咧，就真係低咗好多。即係我唔知即係 Meta，你以前會唔會啦？即係大學畢業嘅時候咧，第一樣嘢你最渴望咧就係買架車先嘅。
但係而家咧，我發覺咧，同啲朋友嗰啲仔女好多時候，佢哋都可能係啱啱大學畢業都好啦，佢哋都唔係諗住第一樣嘢就買車咁，所以好明顯咧，嗰個消費嘅模式咧係改變咗，反而咧佢哋搭 Uber 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啦。以前哇，你想截架的士真係幾難嘅一件事，咁事實上邊咧，即係我諗成個即係交通網絡啦，各方面嘅嘢咧，就真係隨住科技咧，就已經係完全另外一個世界嚟咯。咁我諗都好嘅，咁 Uber 咁，如果真係少咗車嘅，咁其實對環境其實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對於我嚟講，我香港車位太貴啦。我嗰陣時畢業嗰幾年，其實真係有能力買嗰時，其實講緊一個車位可能300萬，即係最高峰噶啦嗰陣時，一個車位300萬，月租可能6000蚊，咁其實都完全唔需要考慮。不如攞啲錢做其他嘢啦，或者住緊啲地鐵站，其實你根本都唔需要用架車，你架車出到去又塞車，就算去到商場揾位泊又塞又難泊，其實係搞住自己嘅啫，所以基本上係唔需要係考慮車嘅。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啲情況之後咧，就講翻即係過一個禮拜咧，其實其他地區咧都有一啲比較特別啲嘅經濟新聞嘅。嗱，首先咧，當然就要講講上個禮拜頭啦，即係美國突襲完伊朗之後嘅一啲餘波嘅。嗱，美國傳媒咧就爆料啦，就話佢哋收到咧白宮裏邊一份嘅機密文件。嗱，根據呢一份文件嘅估計咧，其實整個軍事行動咧對伊朗個核武發展其實個摧毀性咧就絕對冇特朗普講到咧咁犀利嘅，只不過咧係延遲咗幾個月嘅啫。咁特朗普咧聽到呢個消息之後，當然就非常之興啦，咁啊出嚟反駁。不過喺佢嘅反駁裏邊咧，就冇否定到咧呢一份機密文件嘅存在。只不過咧，佢就話呢份文件咧，所有嘅評估咧都係初步性嘅啫，唔可以當真嘅。而傳媒咁樣泄露咧，完全都係別有用心，用心不良。就用嚟咧打擊呢個特朗普。咁之後咧就有美國唔同嘅情報機關咧出嚟講説話啦，就話根據佢哋比較深入啲嘅評估咧，嗰個摧毀性咧就去到咧幾年嘅。咁當大家即係拗來拗去，究竟係幾個月、幾年定還是係完全摧毀之際咧？特朗普咧就話以色列同伊朗咧就已經達成咧呢一個停火協議啦。誰不知咧，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唔夠一個鐘頭咧，伊朗咧就有幾粒飛彈咧就飛咗去以色列，而以色列咧又還拖。咁啊，特朗普就非常冇面啦，咁啊非常之興。咁佢臨上飛機去呢度開會之前咧，更加就喺傳媒面前咧就大講粗口，就鬧呢個以色列，亦都鬧呢個伊朗。咁跟住落嚟咧，當然咧背後就好多斡旋啦。咁跟住整件事咧就似乎咧就平靜落嚟。咁中東嘅局勢咧又似乎好似咧稍為穩定咗。咁所以你睇下油價咧都由一個高位咧急跌翻落嚟㗎啦。嗱，第二樣嘢咧就係特朗普就飛去呢個 NATO 呢個開會啦。咁其實整件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特朗普咧今次真係咧可以講得話大獲全勝嘅。點解我咁講咧？首先，如果你睇下世界各國對特朗普嘅態度，同上一次特朗普開 NATO 會議咧係非常唔同嘅。大家咧都好似好歡迎特朗普咁樣樣。更加重要嘅咧，就係你睇下 NATO 開完會之後嗰個嘅聯合聲明咧，今次咧係出奇地短，更加有啲人咧就係話係歷史裏邊咧最短嘅，得5段嘅啫。如果你睇下以前嘅聯合聲明咧，係有40幾段嘅，係長好多嘅。咁喺咁短嘅聲明裏邊咧，全部咧都係一啲特朗普咧啱聽嘅嘢嘅。唔啱聽嗰啲，譬如譴責呢一個 Russia 入侵 Ukraine 嗰啲字眼咧，就完全隻字不提。而更加重要嘅係整個5段裏邊嘅重中之重咧，就係全部 NATO 嘅 members 咧都同意將佢嘅軍費咧喺未來10年裏邊咧增加到5%嘅 GDP。
嗱，呢一樣嘢咧，特朗普一路咧都鬧 NATO 就話喂，冇理由㗎，淨係呢一個美國有咁大嘅軍費，你哋個個都縮沙唔俾錢點得啊咁。所以整件事咧，特朗普咧今次可以講得話咧，係佢要嘅嘢就已經攞到盡㗎啦。咁所以今次 NATO 其實開會咧，完全都係希望咧特朗普唔好反台，留翻喺 NATO，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 NATO 冇咗美國咧，整件事就唔成事噶。咁所以為咗特朗普留翻喺 NATO 咧，基本上邊所有成員國咧都要遷就晒佢，就俯首稱臣。不過講翻轉頭咧，就係而家應承咗喺未來10年將呢個軍費大幅提升到5%嘅 GDP 咧，好多人咧都問：喂，啲錢喺邊度嚟咧？因為好多歐洲國家咧，其實已經係非常大嘅赤字，咁而家要增加軍費咧，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大量發債啦。咁所以未來咧，如果真係實施嘅話咧，可以睇到咧，美國又狂發債，歐洲又狂發債，而加拿大咧都要狂發債嘅，因為冇辦法嘅，你邊度揾咁多錢咧？唔通你真係 cut 啲 social service 啊，cut education 咩？係咪？咁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對全球唔單止個軍費，對個經濟影響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嗱，除此之外咧，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咧，就去到禮拜五，特朗普咧又有另外一個嘅記招。嗱，喺記招裏邊咧，佢就提到呢一個聯儲局嘅主席鮑威爾。嗱，大家其實都知道咧，特朗普係好唔妥呢個鮑威爾，而喺呢一個嘅記招裏邊咧，佢公然講咧就係話，而家聯儲局死守住4%嘅 interest rate 咧，係完全冇道理，唔 make sense 嘅，應該咧立即減到1%先至啱咁樣樣。嗱，由4%減到1%咧，即係話300個 basis point 嘅減息。即係非常非常之驚人嘅。咁好多人就諗啦，喂，鮑威爾要到出年5月先至任期滿㗎喎，咁佢又唔肯辭職，因為喺過去好多次記招咧，啲記者問佢會唔會辭職，鮑威爾話佢唔會。咁啊，頂心杉咁，仍然仲有1年，咁點算好咧？咁市場而家咧就有一個咧好得意嘅概念，就話咧特朗普可以成立一個影子嘅行長嚟到咧取代呢個鮑威爾。咁乜嘢係影子行長咧？就係話特朗普咧可以提前咧宣布佢嘅繼任人，即係話有邊個係取替鮑威爾。咁可能譬如話過多幾個月，去到接近年尾，咁啊預早宣布。咁如果呢個新任命嘅央行行長一出嚟就同呢一個特朗普夾晒口吻，就話佢一上任就會減300點子嘅息嘅話咧，因為市場咧全部都係 forward looking 噶嘛，所以你話咗會減嘅時候咧，其實今天咧已經可以影響到嗰個息口嘅走向。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用一個影子嘅行長，即係話新任嘅行長嘅一啲言論去影響今天個息口。咁究竟呢個行唔行得通咧？而市場咧而家咧就事實上邊咧就唱到好行嘅。咁究竟會唔會出現咧？仍然咧係一個未知之數。不過如果真係咁發生嘅話咧，對市場嘅衝擊咧係會非常之大嘅。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啊下個禮拜再約定大家咧三元視野再見嘅，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